新竹縣才拄啟用的空中網球場呢，互人發現這防護網懸度是敢若4公尺爾，也就是講這球若入啊拍懸，安尼就會去卡到，而且這球場塗骹嘛無夠平，有可能會害人滑倒。即馬縣政府是回應講，會請這運動團體也閣有專家做伙來討論要安怎調整。球擦拍出去，就卡到頂懸的網啊，互民眾攏袂當好好啊拍球。有民眾表示，這個網球場毋但懸度有問題，連塗骹也無平，民眾就煩惱可能會害人絆倒，然後甲球牽對塗骹，球嘛彈袂起來，可能會影響到比賽公平。我不會跳起來，完全不會跳起來。這種只要裡面有一點點，它就可能會影響，所以比賽的話，這就有公平性的問題。這個地面是凹凸不平的狀況，仔細踩下去，裡面都是空心的。按現場的球友也反映，像這樣的一個貼面不合的狀況，使用上很有可能會有摔倒的狀況發生。這新竹縣府開1700萬起的第一座空中網球場，就設置運動中心樓尾頂，原底是可以佇頂頭架網啊，讓民眾拍球較袂熱，來當防止球落到外口。即馬卻因為懸度敢若4米，球若流啊拍較懸的，就會卡到，引起批評。在增設圍網以及上方的防護網的時候，那我們會是考量到使用者的安全及周邊人車的安全。那針對於球友反映說，它的高吊球不足的部分，那縣府這邊我們會再邀請相關的單位及相關的專業人員來進行現勘。官方表示會針對網仔的懸度擱再調整，塗骹的部分賣請廠商頂鋪完成修復了，再擱對外開放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